继续关心头一批女性的教调，后备军人有14个。昨昏因伫桃园的北竹参加5天的教调，有一寡课程会含男性同齐来训练。也若旧年，咱的志愿士兵做到一半就无想要继续做落去，人数有4000多人，这是最近这几年来新高。国防部长邱国正就表示，少年人、少年家因有家己的想法，本身若是无意愿，嘛是无才调勉强。亚后山有行李头一批女性教调后备人员车备早起，伫桃园市北竹区的战术位置办理报道。虽然拢是自愿报名，也毋过也是有人感觉紧张。陪同报道的红婿是表达专业支持。女生也是第一次有教招这个东西，对，所以蛮紧张的。去年才退伍了，去年才退伍。会不会觉得说回来重温一下部队的那种感觉？很棒。这批14人专属报道会参加为期5天的专长调训，分别是报道编成作战计划演练、实弹训练、专长复训4大项目，会伫守备区域内进行行军训练、甲作战计划演练、甲男性同齐编组无分别。跟男性的课程是完全一致的，那只是说在生活的管理还有照顾方面。有针对女性同仁的一些需求。女性教调有希望提升后备战力，因过根据国防部统计，1821年志愿士兵无适合做兵人数达到4066人，创最近几年的新高。其中个人申请就占92.4%，包括生涯规划占43.2%上济，过来是适用不良占35.2%，家庭因素有16%，少子化因素。国防部长邱国正认为，状况愈来愈严重，国军会继续强化调务。因为他本身没有这个意愿的话，我们勉强不得的。就像一般人在外面工作，可能他需要这个转换环境一样，可能这种事情是难以避免。学者认为，国军提悬调务吸引力，毋拿为薪水开始，安怎将人才放伫适当的位置，提升成就感也真重要。那明年开始义务役会延长做1年，有一寡少年人无定着会利用较长的服役期间，思考敢是适合部队生活，无定着也对提悬转做志愿士兵的意愿有帮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